好，歡迎嚟到專業地產，我係 Stella。今日嚟到廣播道嘅康樂閣，介紹呢間巨廳巨房嘅筍盤，我哋一齊望下。呢度係康樂閣低層閣室，實用1149尺，3房1套。咁一入嚟呢，左邊係個廚房，好四正，好大啊！呢度仲可以有個個人房。咁一入嚟呢，右邊就仲有個儲物嘅空間，咁好大啊！呢度啲房都好巨嘅，呢度係有個露台啦。咁呢個康樂閣就之前做咗大廈維修噶啦。咁呢個係望返內街啦，好開揚。呢邊係正東。睇下啲房勁大啊！呢個係普通房嚟嘅咋，睡房。你睇下，唔係主人房啊。呢個主人房有埋個主廁都好大，你睇下，勁大個廁所咯。咁呢邊就仲有個客廁。呢間連2個車位，如果大家有興趣睇，歡迎隨時 call 我啊！多謝各位收睇，拜拜。